今日講到嘅經文係記載喺路加福音19章28到44節，請聽我讀出。耶穌講完這些話，就往前走，上耶路撒冷去。將到伯法其和伯大尼，就在橄欖山那裏，他差派2個門徒說：你們往對面的村子裏去，走進去的時候，就會看見一頭從來沒有人騎過的小驢，拴在那裏。把它解開牽來。如果有人問為什麼解開它，你們要這樣說：主需要它。被差的人去了，發現和主所說的一樣。他們解開小驢的時候，主人問他們：你們為什麼解開它？他們說：主需要它。他們把小驢牽到耶穌那裏，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穌上去。耶穌前行的時候，眾人把自己的衣服鋪在路上。他走近耶路撒冷，快要下橄欖山的時候，全體門徒因為所看見的一切神蹟，就歡樂起來，大聲讚美神，說：奉主名來的王是應當稱頌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處有榮耀。群眾中有幾個法利賽人對他說：先生，責備你的門徒吧。耶穌說：我告訴你們，他們若不出聲，石頭都要呼叫了。耶穌走近耶路撒冷的時候，看見了城，就為城哀哭，說：巴不得你在這日子知道關於你平安的事，但現在這事在你眼前是隱藏的。日子將到，你的仇敵必築壘攻擊你，周圍環繞你，四面困住你，要摧毀你和你裏面的兒女，沒有一塊石頭留在另一塊石頭上面，因為你不知道那眷顧你的時期。今日好高興啊，有麥銘奇牧師喺我哋當中咧，去為我哋證道。麥牧師呢，佢同師母呢喺美國生活咗15年，咁啊喺嗰度讀書教學啦，亦都係牧養緊呢一間華人教會嘅英文堂。咁喺2005年呢，就返咗香港，亦都喺香港度過咗15年。先後咧喺九龍塘宣道會啦、環球聖經公會啦、播道會占福堂嗰度服侍。咁4年前呢，就因為上帝嘅開路呢，就翻嚟北美呢度服侍。咁佢係有機會喺呢個溫哥華嘅活道浸信會嗰度呢，係一齊去服侍。咁去年年底呢，就獲批呢個永久居民嘅身份啦。咁咧佢嘅大仔呢，依家就喺洛杉磯嗰度生活。咁而佢嘅細仔呢，依家呢，就喺 UBC 嗰度讀緊音樂嘅。咁啊係啦。咁啊，我哋都真係好高興啊，麥牧師啦，能夠喺我哋當中去證道。佢今日嘅講題係奴僕君王。咁時間交俾阿麥牧師。多謝 Jason 傳道嘅介紹，好高興有機會嚟到基督教眾恩堂同大家特別係喺呢一個Palm Sunday 棕枝主日早上一齊去同心敬拜。我哋亦都感謝神俾僕人同教會喺探索前面是否可以同心侍奉嘅咁嘅一個機會當中繼續嘅嚟到去禱告，去經歷神自己嘅引領。咁今日咧師母原本咧係好想同我一齊嚟嘅，奈何咧佢喺呢一間猶太人嘅醫院裏邊咧做醫護工作需要輪值。咁今朝7點鐘開工咧，下晝3點先收工。咁所以咧只能夠帶嚟嘅就係一幅相啊！呢幅就係我哋嘅家庭照啦。阿師母同我2個嘅仔，咁兩兄弟咧相差10年。咁阿哥咧係1995年喺美國出世，細佬咧係2005年回流喺香港出世嘅。咁感謝主俾我哋咧係喺4年前冇諗過可以有機會重返北美。我喺美國生活咗15年，但我冇攞綠卡，冇攞永久居留嘅身份啊！我一路都唔認為咧神要我永遠留喺北美。咁所以咧翻到去香港咧，我亦都冇攞呢一個美國車牌轉成香港車牌，因為我深信咧神帶領我翻去咧係以香港作為永久基地。殊不知喺疫情周圍都亂糟糟嘅時候咧，神開路俾我哋有機會翻嚟喺北美生活。我媽媽家姐細佬喺多倫多30-40年啦，佢哋係老華僑啦，可以話嚇。咁但係咧我哋都係總因着咁嘅緣故咧東西兩岸嗰程飛機都容易捱過翻香港嗰16個鐘頭啊，係咪？咁所以咧感謝主我哋都可以喺呢4年裏邊咧母子團聚，一齊開心快樂嘅生活喺神嘅恩典裏邊咧繼續嘅嚟到去經歷佢嘅
難以測度，係咪？好嗱，咁我哋轉翻入正題啦。今日呢一個大綱咧放咗喺眼前啦，亦都喺大家嘅頁內。如果你有呢個紙版嘅呢一個程序表嘅話咧，裏邊亦都有方便大家咧係攜帶翻屋企嘅一個大綱。適逢我哋話 Palm Sunday 棕枝主日正係好咧，俾我哋有機會去反思耶穌嘅身份同埋工作啦，檢視我哋自己同佢嘅關係。咁你見到呢一個 PALM 串出嚟咧，就知道咧我同陳耀鵬牧師都有幾分相似嘅喎，中意砌字嘅喎嚇，夾嚟夾去懶係工整咁樣嘅喎。為免過時咧，我已經係通知定咧我哋嘅同工咧，今日我只講2點嘅啫。如果唔係咧，就係超時㗎啦嚇。咁但係我哋都繼續喺上帝嘅恩典裏邊咧，一齊有領受有學習。我哋先做個祈禱好唔好？請低頭。主耶穌，我哋求你真理嘅聖靈嚟到喺我哋心中光照，親自施教，要俾我哋每個人都帶住一個謙卑、順服、受教嘅心靈，更係預備好行道嘅嗰個決心同嗰種嘅毅力，嚟到去呼應你自己今日藉住真理要對我哋生命所作嗰番嘅扶立。如此禱告，不配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好啦，咁我哋先嚟呢一個定位先，我哋反省自己同主嘅關係。我哋就藉住今日呢一個耶穌騎驢進入呢一個嘅耶路撒冷，一個好熟悉嘅聖經嘅故事呢，嚟到先揾出究竟門徒啦、群眾啦、領袖啦，同我哋有啲乜嘢嘅分別。我哋可以咁嚟到去做一個簡單嘅概括啊！出於好奇，群眾就嚟湊熱鬧啦，喂！咁喺佢哋眾人嘅心中咧，認為耶穌係乜嘢咧？咁啊，無外乎咧，一唔係就係奇人異事咯，一唔係就係先知。好得意嘅，耶穌騎驢入耶路撒冷呢個重要嘅記載咧，出現喺4卷嘅福音書都有提及到。約翰嘅第12章就特別俾我哋有個印象，似乎出現喺耶穌身邊嘅呢一大班群眾咧，對拉撒路復活更有興趣。約翰11章先至係講拉撒路復活，12章耶穌就騎驢入城啦。喺筆觸裏邊，我哋留意得到咧，約翰似乎咧只係3節嘅經文，係咁多個福音記載裏邊最短切嘅嗰一段，3節嘅經文就帶過咗耶穌騎驢入耶路撒冷。但係個重點似乎係話俾我聽，嗰一大班人都淨係對拉撒路嘅興趣多過晒對其他嘢，非常值得我哋去深思。嗱，咁啊，的確有人呢，唔單止係認定耶穌有行神蹟異能嘅嗰番本領啦，佢哋甚至又認定咧耶穌係從神而嚟嘅先知，特別係因為佢開口教導所帶着嘅嗰個權柄啊，係無人能及。咁所以喺馬太嘅記載咧，出現喺馬太21章嘅就話佢哋前呼後擁，全城震動咁嚟到作一番嘅迎接。嗱，咁馬可喺第11章又講咗啲乜呢？如果我哋睇翻馬可嘅記載，嗰度特別俾我哋留意得到咧，係嗰班領袖啊，宗教領袖、法利賽人、文士、經學家等等，佢哋出於嫉妒、出於護猶太教啦，喂，咁佢哋就想逮捕耶穌，認定耶穌係邊個啊？麻煩友啊，喺度製造麻煩啊！俾佢哋好多頭痕嘢啊！如果處理得唔好嘅話呢，晚下手會激嬲羅馬政權。到嗰陣時，猶太教不嬲享受到嗰種嘅優待呢，就唔知會係化為一流輕煙都唔定啦，係咪咁？所以嗱，呢啲我哋睇到佢哋各有不同。嗱，我哋自己又要去作反省，我哋同主嘅關係係乜嘢呢？特別你會留意到點解我唔從約翰、馬太、馬可去選今日嘅經段，要從路加呢？約翰係最短嘅3節，咁我唔會講過時㗎啦。如果我選約翰嘅話呢，我可以大把時間喺處自由發揮咯。喂，我又唔選馬太，馬太好似係得9節，馬可呢係10節。都係短嘅，但係我哋啱啱讀完Jason 傳道幫我哋讀嗰個由28節讀到44節，係最長嘅記錄，好多嘅細節俾我哋喺當中。嗱，我鼓勵大家讀聖經要好似咧做偵探福爾摩斯咁，
要揾出神透過文字嘅鋪排，俾到我哋喺真理裏邊有啲咩嘅珍藏，係需要我哋去細心留意。就正如一個偵探去到犯罪現場嘅時候，佢要留意所有嘅蛛絲馬跡，然之後先可以揾到同嗰個案件相關嘅一啲嘅實況，一步一步深入嘅去了解。讀聖經要讀到咁，你就唔會悶。所以讀家譜，你都要用咁樣嘅態度。雖然嗰串名讀起嚟甩甩咳咳，但係一樣，只要係出自上帝所要揭示俾我哋嘅真理，一定係對我哋嘅生命能夠帶嚟提升。所以個責任係喺我個處，能唔能夠發揮到好似一個偵探喺裏邊去揾到所有嘅蛛絲馬跡。嗱，我哋話要揾出路加19章嘅蛛絲馬跡呢，我將呢個大嘅答案或者方向咧擺咗喺大家面前啦。佢尤其注重耶穌是王。路加好想所有嘅讀者都睇重耶穌就係嗰位與眾不同嘅大君王。點解咁講呢？你留意路加19章有啲咩鋪排啊？劈頭第1節到第10節嗰度就講稅吏長撒該，係路加嘅獨家猛料記載。馬太、馬可、約翰冇講撒該，只有路加講撒該。點解路加要喺呢一個時候將呢一個撒該個矮仔爬上樹為見耶穌咁出名嘅呢一個橋段放喺佢入耶路撒冷之前？其中一個重要嘅目的係要俾我哋知道呢個向嚟效忠於羅馬帝國嘅稅吏長喺唔使人做任何嘅慫恿當中、教導當中，佢自己就要喺神面前悔改，扭轉佢嘅生命。喺耶穌過往醫治，無論係瘸腿嘅、瞎眼嘅、麻風病嘅、係患血漏38年嘅婦人等等，迦南婦人更唔再講咧。嗰個有僕人病到就嚟要死嘅百夫長都好，全部都稱讚佢哋嘅信心，係咪？唯獨是撒該，佢嘅生命嗰種嘅扭轉，隻字不提信心，但係處處就顯明佢嘅悔改將自己嘅家財一半係要分俾人，剩翻落嚟嘅仲要4倍咁嚟到去還嗰啲訛詐過嘅對象，只係講明喺王嘅面前真正降服嘅嗰個係願意將佢過去徹徹底底嘅喺神嘅面前改變過嚟。呢個係最重要嘅一個關鍵要點，所以劈頭就喺19章話俾我哋聽啦。由第11節開始，又有一個熟悉嘅比喻，就係10個僕人嚟到按財受託嘅比喻咯。喂，同樣記載喺馬太25章，不過馬太嗰個嘅記載當中呢，就係3個嘅僕人，唔係10個。嗰3個僕人有1個他連得、2個他連得、5個他連得，仲記唔記得啊？咁所以呢，喺路加嘅版本裏邊咧，卻唔係咁簡單。路加嘅強調話，有一個出身貴族的人要往遠方去接受皇位。喺馬太嘅版本當中，冇強調嗰個有錢佬係王嘅承繼者，但係路加卻係喺呢一個比喻當中強調呢一點。唔單止係咁，嗰個獎賞都唔同嘅喎。嗰個好叻嘅僕人俾你100兩銀子，你整夠佢500兩嚟嘅咧？唔係，佢獎你10座城。然之後第二個又係好似樣嘅，仲僕人做得似模似樣嘅，獎佢5座城，能夠獎人以一座一座城去計。你話呢個唔係淨係有錢咁簡單，佢係有權能在高位。嗱，呢啲就係路加嘅鋪排。如果你要去讀
讀明路加筆下耶穌騎驢進入耶路撒冷，你唔能夠忽略咗以上嘅呢點。跟住就耶穌進城啦，潔淨聖殿啦。嗱，咁所以呢個鋪排就已經令到我哋咧對王呢一個嘅概念咧有一個好着意嘅嗰種執着。嗱，咁仲有內文嘅細節都係講到耶穌係王喎。頭先Jason 傳道已經幫我哋讀過啦。你哋會發現一頭少壯嘅公驢。我哋呢個係門徒被耶穌吩咐要去發現一個少壯嘅公驢。我哋成日都讀個驢字，我而家嘗試改口嘅正音咧係讀個驢字山在那裏要從來冇人騎過嘅。嗱，呢啲紅色嘅字都係表明王。點解咧？呢個驢係喺古時舊約引經據典當中俾我哋見到係新王即位嘅時候，就唔係騎馬啦，騎馬淨係去打仗嘅啫。如果唔係打仗係天下太平嘅話咧，就騎驢。所羅門受擁戴被膏嘅時候，記載喺列王紀上1章嗰陣時就係騎喺隻騾子身上。騾子同驢咧係一半一半啊。當驢當騎同馬交配嘅時候咧，就產生騾子啦。但唔緊要，睇埋第二個冇人騎過。點解聖經要俾呢一忽資料我哋？點解要話係冇人騎過？代表純潔純正咯，從未曾服侍過人，屈服於人，以致代表話俾我哋聽，呢隻驢係勝任有餘去擔當呢一個嘅聖職。就好比民數記19章嗰度講緊嗰啲嘅獻祭嘅牛犢啊，係未曾付過軛嘅牛先至有資格，佢未服侍過人。如果你已經服侍過一個主人，你先至攞嗰隻牛嚟到去獻俾神呢，咁你係睇神唔起啦。咁所以對喺個經典嘅由來當中，俾我哋睇見呢一啲嘅細節，係要鞏固翻耶穌係王嗰種超然獨特嘅身份。仲有主需要佢啊，你同嗰個主人講啦，做咩攞鬼走我嗰隻驢啊？咁主呢個字 Lord 英文的確係咁翻譯，但係佢喺當時嘅時代背景嘅含義裏邊咧，係指住一個具顯赫身份嘅人，特別係指到呢個一唔係就係王，一唔係就係大將軍。當王要去徵用你隻驢嘅時候，你敢唔敢兩聲啊？當大將軍話要去徵用你隻驢嘅時候，你敢唔敢左問右問啊？唔敢啦。所以喺嗰個含義當中呢，講呢番說話出嚟嘅門徒知道呢番說話嘅分量，聽呢一番說話嘅嗰個驢嘅主人都知道呢番說話嘅分量，仲要講埋主需要佢。需要呢個字呢，係反映住當時一個好通行嘅一種制度，叫羅馬強徵速遞制，唔係淨係而家先有速遞嘅。嗰陣時羅馬最出名嘅就係道路發達，但係你有條路，你都有人送信去做跑腿㗎。如果唔係得條路嚟做乜鬼呢？咁要徵用嗰啲嘅牲畜，徵用嗰啲嘅人，所以有另外一處福音書嘅記載就話，有人如果強迫你走1里路，你就同佢走夠2里路。其實就係出自呢一個羅馬強徵速遞制底下，你唔可以反抗，唔可以駁嘴，唔可以 say no。咁呢一種嘅制度咧英文咧叫做咧 Angaria。咁呢啲嘅細節，通通都指向王嘅身份，唔係等閒之輩。最後35節都係耶穌終於騎上呢隻驢啦。嗱，呢個又唔係多餘嘅。你話好沉啊？耶穌叫人去拖隻驢嚟，係咪？但係唔等於佢就騎上去嘛。佢一定要騎上去。呢一個動作先至係應驗舊約啊！你明唔明啊？嗰個最近嘅舊約經文呢，就係呢書啊。
撒迦利亞書9章9節啊，女兒錫安啊，盡情喜樂吧；女兒耶路撒冷啊，歡呼吧！看啊，你的王要到你這裏來了，他是公義的、得勝的、謙和的，騎着驢，騎着少壯嘅公驢，就係母驢所生嘅驢兒。耶穌為咗應驗舊約彌賽亞嘅呢個預言，佢唔單止吩咐人解開嗰隻驢，拖嚟佢身邊，佢自己仲要坐上去。所有呢個細節唔係多餘，所有呢啲嘅細節係話俾我哋聽，耶穌唔放過任何一個環節，去令到聖經嘅說話兌現，去令到佢作為王嘅身份，去履行王嚟到世上成為救世者咁重要嘅一個任務，得以咧嚟到去拓展。咁呢個小段落嘅最後一節36節嗰度就講啦，耶穌往前行嘅時候，人將自己嘅外袍鋪喺路上，呢個又係同王有關係噶，係表示向王致敬咁解。個典故喺邊度嚟呢？就喺列王紀下嘅9章13節。當時以色列分為南北國，喺北邊嘅以色列國有新皇帝叫做耶戶，佢要即位啦。當時聖經就話神僕係點啊？每個人就取下自己嘅衣服鋪喺佢腳下光禿嘅台階上，然後吹響號角宣告耶戶為王了。睇唔睇到？幾乎每一行、每一字、每一句都有帶住王嗰種嘅色彩，放喺耶穌騎驢進入耶路撒冷裏頭，要所有聽聖經、讀聖經人明白，而家唔單止係一個道德高尚嘅夫子、老師、拉比進入耶路撒冷，係一位與眾不同嘅君王。咁嚟到呢一刻就係我哋大綱嘅第一個要點，我就話你睇下耶穌做咗幾多嘢，佢一手策劃啲乜嘢啊？係犧牲自己嗰條路。令我非常着意嘅就係呢個段落嘅第一節，睇起上嚟好似冇咩特別。28節話耶穌講完這些話就繼續往前行上耶路撒冷去，跟住佢就吩咐門徒去解開嗰隻羊牽嗰隻解開嗰隻驢牽嗰隻驢過嚟，係咪？28節有咩特別啊？特別就係在於早於9章嘅時候就有相同嘅一番說話，去表示耶穌去耶路撒冷呢，唔係我哋去 cruise 咁樣輕輕鬆鬆玩下，睇下咩食啊，有咩消遣啊咁樣。耶穌係定義去耶路撒冷。9章51節嗰度話，耶穌被接去嘅那日子快到啦，佢就堅定地面向耶路撒冷去 ，set his face to go to Jerusalem。耶穌似乎好着意要自己走上呢一條死路。耶穌為救你，為救我，佢唔係等到去客西馬尼園嗰一刻先突然之間崩潰，咁就話哎呀，真係如果可以嘅話咧，唔該拎走呢隻苦杯啦。佢唔係去到嗰一刻，佢嘅決心先突然之間喺個樹嚟到去爆出嚟話，然而都係唔好照我嘅意思，就照你嘅意思。唔係，自始至終耶穌都定義走向十字架。當你諗翻起自己要做一啲好蝕底嘅嘢嘅時候，你唔會做得好甘心嘅，係咪啊？梗係啱沉沉，即係左又唔係，右又唔係，唔甘心。但係耶穌基督卻係唔單止甘心走上，佢並且係貫徹始終。無論佢遇到幾大嘅阻力，俾人點樣去排擠，俾人點樣去奚落，佢喺嗰啲兵丁手下點樣嘅被侮辱啊，又吐口水，又戴頭荊棘面嗰啲就唔再講啦。之前嘅所有點樣被猶太嘅領袖嚟到係砌生豬肉、生安白做，
安佢有唔同嘅罪名，話佢褻瀆神等等。但係耶穌呢一種始終堅持走落去，係值得我哋喺呢一個受苦節、復活節嘅前夕多一啲去思想。講到呢處，令我諗翻起咧係一部有趣嘅散文啊。George Orwell 奧威爾呢個作者咧，大家咧唔會絕對地陌生嘅。喺我哋讀緊中學嘅時候，佢嘅其中一部名著《Animal Farm》動物農莊係咪？如果你再讀高一級嘅話咧，你就會讀到咧1984 1984啦，兩部都係政治諷刺嘅小説。喺當中George Orwell 1931年寫咗一篇嘅散文，就叫做《Hanging》，裏邊敘述其中一個片段咧，非常令人咧係留下深刻印象嘅。一個死囚被押到去刑場，準備要吊頸領受呢個絞刑嘅時候，佢去到嗰個泥漿辦一個水凼嘅之前，佢行歪少少，佢避開個水凼。下一分鐘就要死嘅人，點解要避開嗰個水凼呢？佢驚整污糟、整臭佢隻腳。因乜緣故？你會唔會喺執行死刑嘅前嗰5秒、10秒，你見到個水凼，你避開個水凼？係乜嘢嘅一種生存意志，將呢一個死囚嗰種心裏邊對生命嘅執着顯露出嚟。然而耶穌基督完全唔將佢自己嘅性命放喺心上，一心只係遵行天父嘅旨意，一心只係成就呢個愛救贖嘅計劃，一心只係願意嗰啲喺父嘅慈愛拯救有份嘅人，可以透過佢嘅嗰種代贖換取生命嘅恩典。喺第一點嘅最後呢一 part， 我必須要再一次提出，耶穌咁仔細去執行，唔係淨係騎驢入耶路撒冷啊！嗱，你睇下，除咗32節嗰度話被差遣的人去，你要發現事情正如耶穌告訴他們的那樣。稍後逾越節晚餐，耶穌要揾呢個小樓房，記唔記得嗰個記載？同樣嘅說話出現，門徒就聽耶穌吩咐，就去揾個小樓房啦。發現事情正如耶穌告訴他們的一樣啊！嗱，如果你係偵探嘅話，呢啲真係咧篤口篤鼻咁擺喺你嘅眼前，你唔可能錯過嘅。咁刻意嘅逐隻字係一模一樣，就係要敲醒我哋，醒啦！讀聖經啊喂，而家神已經將最明顯嘅、非常重要嘅嗰個細節擺喺我哋嘅面前。嗰個細節係咩呢？唔係想我哋知道耶穌係神啊，佢又無所不知咯啊！佢又知道嗰度有隻驢，佢又知道個驢嘅主人肯放嗰隻驢一馬，又知道咧嗰度有個小樓房。唔係淨係去到呢啲時刻，無謂再強調耶穌係無所不知啦。向嚟佢由出道開始，佢嗰種嘅神能係咪已經令人折服噶啦？所以去到呢一刻，你再強調佢係無所不知嘅耶穌咧，個價值唔會突然間提升嘅。咁乜嘢會 add value 落去啊？乜嘢會令到我哋睇到耶穌佢唔放過呢啲嘅細節，一定要執行？係要話俾我哋聽，一個快將被殺嘅王，佢竟然好仔細咁去執行佢死前嘅細節，目的只係為咗確保佢必死無疑。冇咗隻驢咁點啊？哎呀死啦 ！Plan B 揾個第二個點搞啊？冇咗隻驢咁點可以應驗撒迦利亞書9章9節啊？冇咗嗰個小樓房同呢個門徒可以有呢個最後的晚餐，其他嗰啲細節點樣安插落去啊？耶穌決心唔逃避十字架。我哋以為耶穌基督佢係咧神啊嘛，所以咧所有呢啲咁樣嘅嘢咧，我估計佢喺十字架上面都唔會好痛嘅啫。你明唔明啊？你一旦攞錯咗佢嘅身份，你一旦誤解咗佢要所承擔嘅，
你就唔覺得有咩咁巴閉噶啦。佢係神啊嘛，有咩唔得啫？係咪？佢痛啫，痛得嚟都唔會好似我哋咁嘅。我諗甚至乎唔痛都唔出奇㗎。咁你明唔明啊？當你攞錯咗嗰啲嘅重點，有誤解甚至無偏見嘅話呢，你必然對耶穌係全能嘅神，佢係嗰位掌權要作王嘅救世主，起咗好大嘅疑問。我中意呢一個投影片裏邊所描述嘅呢個王啊，係一個 unlikely king， 你諗唔到㗎。當我哋拍電影又好，寫小說又好咧，你啲情節係好緊要嘅。如果啲情節太過 predictable 可以預測嘅話咧，你唔中意睇嗰套戲嘅，係咪啊？你唔中意讀嗰個故事嘅，唯有就係話你諗唔到咯。好似超人咁樣，佢都要化身做一個記者，戴住粗邊黑眼鏡咁樣，成個傻佬戇居居咁樣。原來佢係超人嚟㗎。嗱，咁你就明白啦。呢個落差令到人真係太過詫異啊！連我哋人寫劇本都識得咁作啦，何況我哋嘅神？佢真係明白點樣先能夠叫人去掌握得到嗰種奇異嘅恩典。所謂奇異嘅恩典係你諗極都諗唔到㗎，只有神可以去成就。所以帶出嚟反思俾我哋話，今日對我哋每個人嚟講，值得利用呢段時間去主宰我哋生命征途嘅係邊個啊？只有我哋嘅神。詩篇嘅第138篇大衛嘅詩嗰度話，耶和華雖然崇高啊，卻垂顧卑微嘅人。即使我身處患難中啊，你也會保存我嘅命。耶和華將為我止息禍患。耶和華你嘅忠誠之愛永遠長存。你親手所做嘅，求你不要撇棄。第8節嗰個紅色嘅經節話，耶和華將為我止息禍患。英文 NET 嘅翻譯話 The Lord avenges me， 為我復仇啊！一切嘅冤屈都可以藉住神得到咧嗰種嘅申訴。新譯本同和合本就譯呢一節第8節咧，唔係咁譯啦。最主要都係因為大家嘅底本嗰個稿唔同啊。呢個係説話太長啦嚇。日後有機會我哋先至嚟到去分解啦。咁用過一個唔同嘅版本嘅時候咧，我哋就見到個翻譯變咗係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嘅事。而跟住呢條思路嘅有好幾個英文版本咧，都係用咁嘅一個方向。The Lord will fulfill His purpose for me. The Lord will work out His plans for my life. Finish what you started in me, God。俾我哋睇到我哋嘅神唔單止好似耶穌基督入呢個耶路撒冷，佢定義要作成眾人嘅嗰個救贖工作，由此亦都可以連帶到我哋每個人嘅生命都在基督裏，從此就不再一樣，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我哋嘅神喺我哋嘅生命當中帶領俾我哋有意想不到嘅經歷。我相信當你哋聽阿 Jason 傳道佢點樣同太太一家人嚟到溫哥華呢啲嘅高高低低意想不到，真係咧講3日都講唔完。同樣我嚟咗4年，我嗰啲高高低低又係咧講3日都講唔完。不過重要嘅係要俾大家嚟到去想到喺你嘅生命當中，由你喺邊個家庭出世，喺邊個學校讀書，甚至冇書讀，捱女仔揾工，冇學識冇經驗，你有你嘅版本，你嘅故事，你嗰種嘅精彩，喺你嘅生命故事裏邊，你一定體會唔少上帝嘅意想不到。嗰啲就係佢喺你生命當中嘅計劃。所以當我嚟到去睇大衛嘅詩，耶和華將為我止息禍患，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嘅事。喺呢一書，我願意用一個少少嘅見證嚟到去作結束啊！就 cut 到得翻1點添咋。咁啊，所以咧第2、3、4點咧留翻下回分解啦。呢個係好緊要啊！
你相信神主宰你嘅生命征途嗎？ Yes。如果你真係咁回答嘅話，你問下自己，你可唔可以做出好似以下呢一位仁兄咁？當年我喺美國 Ohio 中部嘅首府城市 Columbus 嗰處嚟到去做牧師。喺我哋嘅英語堂當中咧，有好多係教會嘅子侄，但係亦都有唔少咧係喺 Ohio State University OSU 讀書嘅學生，有廣東人，有大陸人。其中有一位大陸嚟嘅同學，佢唔黐住國語堂嘅人，佢中意喺英文堂同英文堂嘅肢體嚟到去有一啲嘅互動。喺1年過後，佢接受咗主，佢經常參加團契主日學。參加崇拜，好享受主俾佢呢個新嘅生命。有一日，我哋係禮拜2晚有職青團契。團契開始之前，佢特登早少少翻嚟揾我傾偈。我話點啊，弟兄？今晚我哋有個相聚咯喎，功課忙唔忙啊？吃唔吃力啊？咁佢好快脆就直奔主題啊！佢話我喺度掙扎緊，我掙扎緊要唔要將我用假學歷嚟到去報讀呢一間大學，自己告發自己。我信咗神，我心裏邊好大嘅不安。我覺得我咁樣呃翻嚟嘅，我唔能夠再咁呃落去，當若無其事。我唔敢叫佢去告發自己，我亦都唔敢話咁，你就算啦，唔好告發啦，係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亦都唔可以咁講。最終個決定權喺佢自己身上，我只能夠做嘅呢，就係勸佢全心信靠上帝。你 honor 神，神會 honor 你，但係佢 honor 你嘅方式同時間唔係你同我可以預設。如果你咁 honor 我呢，我就死都抵啦。如果唔係咁嘅話呢，我就諗過先算咯。咁唔可以講數嘅。如果佢真係你嘅王，你真係願意降服，佢又將嗰種不安擺喺你裏邊，你自己喺神面前去領受佢俾你嘅信心同勇氣去做你一定要做嘅事。1個禮拜後，佢翻嚟話俾我聽，我告發咗自己啦，我諗住實死噶啦，即刻俾人踢出校噶啦。結果學校網開一面，因為有佢過去1年讀書嗰個優良嘅記錄嚟到去確保咗佢不至於即刻被勒令退學。但係冇人可以作出呢個保證。但係呢位弟兄，佢睇假文憑呢件事係不得神喜悅。當時嘅佢仲未識得嚟到去避開呢個陷阱，但係今日嘅佢唔能夠容讓自己當冇呢件事咁樣出嚟大搖大擺，冇。但係神憐憫佢，俾佢有咁嘅信心毅力，到最後佢唔單止完成咗佢嗰個 Bachelor， 佢讀埋 MBA， 結埋婚，生埋仔，喺 Ohio 繼續嘅嚟到去熱心愛主侍奉主。但係佢嘅信心嗰種嘅降服聽從，令我呢個做牧師嘅都汗顏啊！我唔知道如果係我自己面對呢一種嘅情況，我能否好似一樣咁樣嚟到去擺上一切，係為咗 honor 我嘅神。我哋仰望主喺前面嘅路呢，一定各人有唔同嘅經歷。但願今日我哋少少嘅一啲嘅分享，從路加福音19章耶穌騎驢進入去，第一個要點話俾我哋聽，耶穌個計劃係叫自己必死無疑，因為佢愛我哋。而佢嘅愛拯救臨到嘅時候，我哋又如何去回應呢個王呢？我哋願唔願意降服呢？願唔願意聽從呢？願唔願意唔以得失去計較，而係單單以主係當得我嘅尊崇為唯一嘅指示方向？我哋一齊低頭祈禱。耶穌深深嘅功課，一個美好生命嘅見證，
俾我哋帶嚟好多嘅思緒。但願今日同剩翻落嚟呢個禮拜嘅每一日，直至到我哋去受苦節、復活節，我哋都繼續嚟到去思想，藏喺心裏邊，去將我哋自己徹徹底底應該點樣喺神面前有一番嘅自省，我哋嘅生命應該點樣有一番嘅呼求同埋提升，我哋交喺你嘅手裏邊，願意你嚟到去引領，繼續拖帶，聽我哋咁樣同心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